原來插得多深，爽得多真，到最後回頭問佢，在加深頂到後，昂然望守蒼天，誰人躲藏在背後？後邊伸出一個頭，原來兩個一起，我都不是在發夢，凄凄當知沒一分可停留。回頭看這一晚，人如水牛在耕田，攰的苦的須承受。你我換轉來上路，笑笑喊喊抱喺角落頭，進進退退每晚要持久。姊妹兩個丟到你想嘔。應該係讀桿菌嘅，但係好多新聞報導員讀桿菌唔啱，係讀桿菌。解乜嘢啊？外觀呈肝狀嘅細菌啊嘛，桿菌先至啱啊！好多人呢都讀貴寶，唔係啊，唔係貴，係瑰寶，瑰寶，稀有珍貴嘅寶物啊嘛。自詡、虛許、第二聲，尷尬，尷尬，解遇到嘅一種處境令到人呢感覺好難為情無所適從咁意思尷尬。咁好多人呢都會讀奇葩，啱唔啱啊？唔係啊，係 P 頭㗎，奇葩，珍貴稀少嘅花卉啊嘛，奇葩。缽，第八聲，缽仔糕先至啱，缽仔糕。好啦，呢個詞語呢就解容貌美麗。呢個字絕對唔係廣東話嘅姣發姣嗰個姣唔係係讀搞，第二聲，搞好，唔係姣好。好啦，中國嘅一個地方名，唔係濟南，係濟南，濟仔，第二聲，濟南呢個呢就好多人讀時間啦，其實應該係讀時間第一聲，時間，